上集讲到，被崔叔毁容的江才回到训练营复仇，崔叔手下死伤惨重。之后赶到现场，看着一片混乱的场景，询问道哥崔叔是否遇害。道哥告知他，崔叔并不在这里。挚友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崔叔看着监控画面，得知是江才所为，嘱咐江律师不能向警方提供任何情报。组员们纷纷出动查看附近监控，却都一无所获。被害人也都闭口不言。丧礼上，崔叔祭拜遇害组员，决心要替他们复仇。挚友见崔叔不回消息，戴着头盔，偷偷来到葬礼确认他的安危。离开的时候遇到道哥和车组长，两人擦肩而过。道哥看了一眼，却并未在意。车组长找到崔叔，讽刺狗没有遇到好主人，结局就只有悲惨死去。崔叔讽刺以车组长的能力，在他们组织早就被人砍死。车组长表示是时候做个了结。崔叔放出狠话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车组长都不可能抓到自己。道哥因为没有线索，难以锁定嫌犯，沮丧不已。组员在走访调查时，在货车司机的行车记录仪里发现疑犯的身影。挚友拿过手机，此人正是当初欲对自己不轨，被逐出组织的江才。车组长也认出是崔叔曾经的手下江才，4年前突然失踪，疑惑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江才会前来报复。车组长意识到，这正是让他们狗咬狗的大好机会，便可坐收渔翁之利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崔叔吩咐泰州找出江才，泰州认为警方正在监视他们，此时行动太过危险。崔叔决意复仇，得让他意识到自己惹到了怎样的人。车组长计划放出芒果，暂时放任江才，观察两边局势，趁他们自顾不暇之时将崔叔逮捕。挚友认为两个组织发生冲突会有更多伤亡者，难不成死几个组织成员都无所谓？车组长表示那些混蛋死了也没关系。崔叔收到挚友的短信，得知芒果被释放是个陷阱，笑容诡异，表情逐渐愤怒。崔叔吩咐泰州命令手下全数撤退，让他们找几个信任的人。车组长想和自己玩游戏，当然要陪他玩一场。车组长向组员们透露，崔叔的手下似乎打算要叛变，自己待会儿要去见他一面，并将道哥叫到办公室。崔叔因工厂被端交不出药品，面对买家的催促，打算先抓到江才，将他的新药抢到手。此时收到挚友的短信，得知叛徒会去见车组长，挚友会前去确认。泰州在车上发现了一封神秘信件，看着信上的内容若有所思。此时车组长来到会面地点，挚友跟踪他来到这里，环顾四周，寻找有力的查探藏身地点。此时泰州驾车来到这里，挚友爬上高处欲拍下证据，突然道哥出现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挚友将道哥打倒在地，趁机逃跑。挚友骑着摩托从车组长旁边经过，发现车内的泰州察觉异常，也驾车离去。道哥看着相机里的照片，意识到和之前在葬礼遇见的是同一人。车组长确定崔叔在警局安插了内鬼，让道哥多注意挚友。自从他来到缉毒部，情报就不停被泄露。回到家中，挚友忍痛告知崔叔，这是车组长想引出内鬼设的陷阱。不过在那儿却看到泰州的身影。此时泰州走来，崔叔看向他的眼神充满怀疑。泰州回到车上，信上写道，前往地点会告知他江才的行踪。原来这是车组长的离间计。道友看着挚友的资料，得知他的父亲因吸毒导致车祸离世。挚友拿到枪支分析结果，找到车组长，质问他宋俊寿是谁。自己查到这把枪在04年配给曾在缉毒部的宋警长。挚友将匕首背在身后，如果确认他就是凶手，就准备亲手为父报仇。车组长告知他，宋俊寿进组1个月就被崔叔组织的人杀害。挚友找到崔叔，询问组织是否杀害过警察。崔叔否认此事，认为是车组长设下的陷阱，是担心自己的罪行暴露使出的手段，让挚友不要上当。挚友独自前往查探江才的下落，打算跟踪芒果找出江才，反被道哥跟踪，质问他为何独自行动。此时芒果出现，两人决定先跟踪他。此时崔叔来到经常光顾的小店，崔叔让老板帮忙出去买烟，主动出击打倒周遭埋伏的人。挚友和道哥跟踪芒果来到一家废弃汽车工厂，偷偷潜入坐等对方出现交易。江才和芒果刚刚抵达此地，突然大批人员冲上高楼，江才指向挚友的方向。挚友和道哥这才发现自己步入圈套，和江才手下开启混战，无奈寡不敌众，道哥被扔下高楼，重伤晕倒在地。崔叔手下得知消息前来支援，崔叔将他们制服，愤怒质问江才在哪里。挚友和道哥沦为俘虏，江才笑得一脸得意。早在芒果出狱查看他被捕的监控中，就发现了挚友的身影，所以特意设下圈套引他出现。江才打给下属，接电话的却是崔叔，他拍下挚友的照片发给崔叔，让他早点过来，说不定还能帮挚友收尸。挚友让江才放走道哥，他和此事无关。江才让他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此时崔叔拖着重伤的身子驾车赶往工厂，江才吩咐手下将两人铐在车里，随即启动机器。挚友他们被连人带车置入液压机下，担心崔叔会杀到这里，江才等人溜之大吉，机器开始运作。挚友和道哥拼命挣脱，
崔叔即将抵达工厂时，看到警方的车辆袭来，还是决定毅然前往。挚友好不容易挣脱手铐，可也只挪出半个身子。此时崔叔的车子撞毁机器主机，机器暂停运转，挚友才逃脱险境。听到警方的鸣笛，挚友眼神示意崔叔赶紧离开。挚友疯狂营救道哥，机器却突然启动。挚友拔下线路，道哥也终于挣脱手铐，逃过一劫。此时警方赶到，挚友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崔叔处理好伤口，泰州关切询问他的伤势，疑惑他为何独自行动。得知又是为了挚友，气愤崔叔为了他连命都不在乎。崔叔表示，挚友之前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开枪，使他们得以安全撤离。质问泰州做了些什么，自己还能信任他吗？医院内，挚友还在手术中。道哥表示一定要抓到江才，气愤那人刺伤自己搭档，因挚友的舍命相救，道哥选择相信他。来到病房看望还未苏醒的挚友，看着他胳膊上的伤痕，心疼不已。车组长看着受伤的组员们，向上司请命，在此事结束前，缉毒部全员随身携带枪支。黑白两道都在抓捕江才，可都没有抓到他。病床上的挚友从睡梦中惊醒，守在床边的道哥安慰他，表示会帮助挚友抓到他想要抓到的人，告知他自己妹妹曾被人在酒里动手脚，本就有心脏病的妹妹当场死亡。虽然查不出犯人是谁，但将所有贩毒集团都逮捕，或许那犯人就会在其中。道哥帮挚友办理出院，来到烤肉店，组员们都对挚友很关心。在这样温暖的氛围里，挚友也流露出温柔的一面。崔叔将护照扔给姜律师，他还记得挚友提到的和父亲在海边生活的愿望，告知姜律师是自己朋友的女儿，让他找一间海边的房子，将他安全送出国。车组长发现崔叔的车曾出现在废弃车场，转头又意味深长地看向挚友的位置。挚友回到加州，接到崔叔的电话，让他整理一下，准备好去国外生活。挚友拒绝了他的好意，表示自己还有事要确认。崔叔命令他必须离开，如果江才被逮捕，挚友就会暴露卧底身份。挚友并不在意，挂断电话。车组长找到稽查组，交代秘密任务，将挚友号码接下来3周通话位置都传给自己。挚友回到警局，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此人正是之前监视挚友的赵警官。挚友紧张不已，他看着挚友的胸牌，并没有戳穿他，只是说以前在重案所见过，夸赞挚友的能力很强，拿出名片递给他，约他有时间一起聚餐。车组长询问赵警官是否找到东旭的女儿，赵警官表示，自从那件事后，他似乎彻底消失了。车组长告知他，之前不见的枪出现在现场。赵警官询问，难不成是东迅的枪？车组长沉默不语。泰州向崔叔汇报，赵警官正与车组长会面。崔叔若有所思。挚友找到赵警官，他询问挚友是否还在寻找凶手。挚友反问他为何装傻。赵警官表示，似乎在发生有趣的事，并向他透露一个秘密：5年前引干挚友爸案子的人就是车组长。听说发现一把枪，难不成凶手就是车组长吗？扬言并不会揭穿他的身份，惹祸上身，随即驾车离开，留下满是疑惑的挚友。新闻播报：警方将公开通缉涉嫌杀人和贩毒的江才一伙，他们流通贩卖大量药品，且为了销售权，涉嫌杀害其他组织的成员。在逃的江才也看到新闻，崔叔找到赵警官，原来他早已沦为毒虫，为了获利与崔叔合作，想索要更多的药品。崔叔并不是好惹的，直接吩咐手下将他灭口，抛尸海底。挚友找到芒果，质问是否是他将自己出卖给江才。芒果表示只是按吩咐做事。愤怒的挚友让他猜猜自己会怎么处置出卖自己的人。他可以用警察的身份，以杀人共犯的罪名逮捕他，也可以向崔叔透露，他就是帮助江才袭击训练营的人。惊慌的芒果赶紧询问他到底想要什么。挚友向崔叔汇报，江才准备偷渡离开。车组长接到江才的电话，走投无路的他决定用自己引出崔叔，帮助警方抓捕他，条件就是警方要帮助他出逃。崔叔告知泰州，从挚友这儿得知江才准备偷渡离开。泰州并不信任挚友，担心可能是陷阱。崔叔选择相信挚友，吩咐泰州留在这里，如果自己出事，总得有人重新整顿组织。江才等人抵达港口，警方遭遇全副武装埋伏在此。此时崔叔一伙抵达，战争一触即发。眼见双方混战，车组长却选择按兵不动。江才与崔叔针锋相对之时，警方出动逮捕。江才逃往高处，崔叔步步紧逼，挚友和道哥也爬上高塔。眼看崔叔将他制服，江才突然从靴子里拔出藏着的匕首，疯狂刺入崔叔腹部。就在江才欲给他最后一击时，被挚友的枪声制止。他拿枪指着江才，让崔叔赶紧逃跑。见挚友放走崔叔，江才嘲笑他是个笨女人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，让他有胆量就开枪杀了自己。崔叔捂着伤口逃离，被车组长持枪喝住。泰州驱车赶到救走江叔，江才扔下匕首向道哥投降，表示愿意自首，招供一切。眼见他欲暴露自己的秘密，挚友开枪将他击毙，江才坠下高塔身亡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挚友是否会暴露卧底身份？重伤逃亡的崔叔能否死里逃生？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